大家好，我係大家姐。香港娛樂圈近期爆出一件又好笑又轟動全城嘅神秘失竊風波，整件事嘅導火線就來自無線電視 TVB 助理總經理手握無數藝人生殺大權嘅樂小姐樂熱玲嘅生日派對。根據傳媒爆料，舊年樂熱玲嘅生日會現場竟然發生偷竊事件，被偷走嘅物件更加唔普通，係當時全城瘋搶，有錢都未必買到嘅超熱門潮玩 Labubu 花束。呢束花係中年好聲音冠軍周吉佩專程準備送俾樂小姐嘅生日賀禮。事件曝光之後，全港網民通通化身網絡偵探，跟住媒體爆出嘅各種線索，逐樣查，逐樣對。最令人意外嘅係，所有嫌疑目光，所有矛頭，清一色都指向一位47歲、近年主力北上發展嘅藝人梁烈唯，亦都有舊名梁敬輝。與此同時，有眼尖網民發現TVB 官網同邵氏兄弟官網嘅藝人名單入面，梁烈唯個名突然被徹底移除，搜極都唔到。呢個神秘消失嘅巧合，令到高層同佢割席嘅傳聞越傳越盛。但正當香港輿論炒得熱烘烘之際，梁烈唯最新行蹤就完全唔同路數。佢冇高調回應任何質疑，反而高調現身廣東惠州博羅縣，着住黑色唐裝返返老家舉行認祖歸宗儀式。仲成功將自己個名寫入族譜，一邊係香港網民圍剿，前東家悄然除名，一邊係內地鄉親夾道歡迎，熱血尋根。呢個極大反差背後，到底藏住點樣嘅內幕？今日我哋一次過拆解清楚。第一章，失竊案全貌加4大嫌疑線索，逐條拆解。想搞清楚成件事來龍去脈，我哋首先還原呢單 Labubu 失竊案嘅完整經過。樂熱玲作為 TVB 同邵氏高層，每年生日會都一定星光熠熠，旗下所有藝人、小生、花旦幾乎都會到場賀壽。呢場聚會從來唔只係簡單慶生，更加係藝人鞏固人物、展示忠誠嘅重要社交場合。舊年呢場生日派對上面，周吉佩送出嗰束極為搶眼嘅 Labubu 花束，嗰陣呢款公嘅市場炒價極高，極為珍貴，擺喺現場好多人見到。點知派對結束之後，呢束貴重花束直接不翼而飛。樂小姐隨即安排工作人員翻查現場閉路電視，最後結果簡直大跌眼鏡。偷走花束嘅根本唔係外人，係當日親身到場嘅一位男藝人，全程被鏡頭低溫捕獲，絕對冇得賴。根據周刊同知情人士透露，涉事男星事後知穿崩，即刻透過中間人將成束 Labubu 花束靜雞雞歸還，仲講出一個好搞笑嘅理由，話自己當時壓力太大，一時鬼迷心竅，先至會順手牽羊。除咗壓力大嘅藉口，有傳媒仲還出更精警嘅後續，指樂小姐親自打電話問話嗰陣男星甚至俾咗一個同情心泛濫嘅奇葩理由，聲稱自己見到隻 Labubu 冇衫住，覺得佢好慘，所以先帶返屋企幫佢住返衫，諗住住好衫再送返俾樂小姐。而周吉佩事後證實，禮物歸還時，花束上的 Labubu 確實被重新包裝，還被特別加料，穿上了精緻的小衣服和手袋。而樂小姐當時為咗留返對方顏面，最終選擇大事化小，唔報警，低溫處理。但經過呢件事，呢位男星喺高層心入面嘅誠信已經徹底破產。去到今年6月底，樂小姐67歲生日會，網民已經發現呢位涉事男星徹底冇份受邀，直接被踢出聚會名單。隨住媒體公開呢單醜聞，報道入面隱晦提到嘅4大嫌疑線索，即刻成為全城熱議焦點，人人都喺度估係邊個。第一，年紀40幾歲嘅男藝人；第二，近年已經離巢 TVB， 將所有工作重心搬去內地市場；第三，效力 TVB 期間曾經拎過台內重要獎項；第四，公眾形象一直係好爸爸、好老公，人設正面。4個條件一出，嫌疑範圍即刻收得好窄，網民逐位排查符合條件嘅前 TVB 男藝人，最後發現現年47歲，主力內地直播帶貨，曾經拎過 TVB 飛躍進步男藝員同最佳男配角，已婚有小朋友嘅梁烈唯，係所有藝人入面匹配度最高嘅最大嫌疑人。第二章，梁烈唯真實背景，會考1分草根譯習史。既然全城目光都鎖定梁烈唯，我哋今日完整還原佢出生經歷同演藝路數。梁烈唯，舊藝名梁烈唯、梁敬輝，1979年香港出世，今年47歲。佢家族其實同娛樂圈淵源好深，
大伯係資深武打演員梁家仁，堂細佬係導演梁浩儀。明明有圈內長輩鋪路，但梁烈唯從來都唔係順風順水。佢早年學歷同經歷，完全係香港最典型嘅草根逆襲故事。梁烈唯中學就讀明愛沙田馬登基金中學，當年係第5級別學校。佢自己受訪都講過，嗰間學校校風非常狂野。成個校園氣氛同電影《逃學威龍》一模一樣，課堂入面有同學食煙，有不良學生帶武器返學，打架係日常件事。學校外圍長期有警車駐守戒備，環境相對混亂。喺呢種讀書環境入面，梁烈唯自知唔係讀書材料，學生時代嘅佢只可以跟住同學大佬身邊做跟班，幫手跑腿、借書、借功課，靠住性格搞笑樂觀，先至可以喺校園入面好好立足。去到香港中學會考放榜，梁烈唯最終成績只有1分。熟悉舊香港學制嘅朋友都知，會考1分基本上等同升學無望，完全同傳統讀書路線絕緣。中五畢業之後，年紀輕輕嘅佢為咗食，經契媽介紹入咗一間製作公司，一心想入行做藝人。但娛樂圈從來都唔易撈，初入行階段長期冇機會冇工作。為咗維持生計，佢曾經去地盤做搭棚工，負責最基層嘅遞足體力工作。就算做辛苦地盤工，佢都專揀兼職、臨時性質崗位，目的就係隨時可以抽身試鏡，唔放棄演戲夢。1999年，梁烈唯迎來人生轉折點，佢成功參演電影《監獄風雲之少年犯》，仲直接擔正做男主角，飾演角色張家輝，正式闖入電影圈。由會考1分、地盤棚架工，搖身一變成為電影男主角，呢段經歷多年來都被媒體奉為草根勵志樣板。2004年，梁烈唯為求穩定發展，正式簽約加盟 TVB。初入電視台嘅時候，人才眾多，佢都係由零做起，一路做綠葉，做小角色，累積經驗。去到2012年，佢憑飛虎入屋爆紅，劇入面飾演冷酷有心情嘅狙擊手莊卓源，演技亮眼，形象討好，成功俘虜大批觀眾。同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佢順利拎低飛躍進步男藝員獎，其後再奪最佳男配角，正式坐穩 TVB， 力捧小生地位。由基層體力勞動者一步步爬到電視台得獎藝人，足以見得梁烈唯嘅求生能力同韌性都非常強。第3章，官網全面除名加新劇，晚宴缺席，高層割席，鐵證曝光。曾經深得 TVB 高層信任，被視為落熱靈愛將嘅梁烈唯，近期出現一連串極不尋常嘅負面跡象。第一個重磅爆點就係雙官網同步徹底除名。自從失竊案新聞曝光，大批網民即刻去 TVB 官網、邵氏兄弟官網搜尋梁烈唯、梁敬輝資料，結果發現兩大官方平台入面，佢所有個人資料、藝人頁面通通消失，完全搜唔到任何痕跡。大家要知，梁烈唯雖然近年主力內地發展，但一直同邵氏、TVB 保持合作關係。娛樂圈入面，就算藝人合約期滿、和平解約，官網資料都會保留一段時間，或者歸類去合約完結名單。好似今次咁毫無預警，兩大官方平台一夜清零所有資料，極為罕見。坊間行規入面，呢種操作多數只會用喺牽涉重大爭議、負面醜聞、中老高層被私下封殺嘅藝人身上。第二個可疑細節就係重頭劇《執法者們》連環缺席宣傳活動同慶功晚宴。《執法者們》係邵氏重頭大製作，卡士強，資源多。梁烈唯喺劇中飾演核心角色，戲份極重，地位舉足輕重。舊年開拍同前期宣傳，梁烈唯每場活動都高調出席，積極配合。但時間線對照就會發現，舊年年中樂小姐生日會失竊，事發生之後一切即刻變晒。事發第2日，梁烈唯雖然照現身執法者們宣傳活動，但當日狀態完全唔同。平日口若懸河、神采飛揚嘅佢，當日全程垂頭喪氣，神情低落，成個人心事重重，反差極大。自從呢場活動之後，詭異情況陸續出現，後續多場劇集重點造勢活動，以及全劇播不最隆重嘅大結局慶功晚宴，身為核心主演嘅梁烈唯徹底失蹤，完全冇露面。邵氏官方社交平台舊年7月4日發佈最後一條包含梁烈唯嘅宣傳短片，
都係事前預拍存貨。自此之後，官方再也冇發布任何關於梁烈唯嘅宣傳內容、活動動態。官網除名、宣傳消失、慶功宴缺席，三大反常狀況全部夾埋一齊。第4章，風波期間高調返鄉，惠州認祖歸宗，全過程曝光。正當香港網絡輿論瘋狂發酵、割蓆傳聞滿天飛嘅時候，梁烈唯完全冇選擇低溫避風頭，反而喺內地上演一場極高調嘅尋根活動。內地官媒、博羅縣融媒體中心、小紅書、抖音多個平台都流出大量現場片。風波最盛期間，梁烈唯專程返番，祖籍廣東惠州博羅縣，出席隆重嘅認祖歸宗儀式。當日現場炮聲不斷，鑼鼓喧天，氣氛非常熱鬧。梁烈唯着住一身整齊黑色傳統唐裝，喺當地宗親同長輩陪同之下，莊嚴步入梁氏宗祠。佢親自上香拜祖先，全程態度虔誠，仲喺全村鄉親見證之下，正式將自己名頭寫入梁氏族譜。完咗多年，尋根心願，祠堂發言環節，梁烈唯情緒相當激動，幾度眼濕濕。佢當場坦言，自細聽從父親教誨，在外發展永遠唔可以忘本，仲高調講出一句金句：我除咗係中國香港人，更加係惠州博羅人。佢亦都承諾，日後一定好好教育一對子女，等下一代牢牢記住自己根源，不忘祖宗。當地鄉親非常熱情，紛紛圍住梁烈唯打卡合照，索取簽名，現場人潮擠爆祠堂周邊，氣勢堪比巨星巡遊。其實呢一切都同梁烈唯近年事業佈局完全吻合。自2019年開始，佢高調改名，多次接受內地訪問，大方分享自己愛國心跡。佢曾經直言，喺內地生活工作先至可以感受到真正自由同包容。面對香港演藝市場空間收窄，梁烈唯早就為自己鋪好後路。呢幾年積極參拍內地網絡大電影，入局飲食行業，投資名錶，仲同岑振軒、高君賢等人組成男團接商演。最主力嘅發展就係扎根內地，做直播帶貨，正面愛國人設、草根奮鬥故事，令佢喺內地積累大批忠實粉絲同消費群，基本盤非常穩固。綜合所有公開事實、時間線同蛛絲馬跡，我哋可以拆解呢單風波入面嘅深層邏輯。首先 ，TVB 同邵氏同步官方除名，絕對唔係簡單巧合。電視台同傳媒集團嘅官網藝人名單就係對外展示合約關係、商業價值嘅官方標準。正常軟弱藝人從來唔會被一夜清零，只有高層主動下達切割指令，先至會有呢種秒殺式移除操作。背後最大可能就係失竊醜聞觸動管理層底線，雙方出現無法修補嘅裂痕。高層為咗避免集團形象受牽連，提前做預防性公關切割，同周刊爆料嘅內情完全閉環對應。其次，梁烈唯風口浪尖，高調尋根，係極高明嘅公關策略同戰略轉移。面對香港網民質疑、偷竊、嫌疑指控，呢個階段無論點樣出文澄清、發聲明解釋，只會越描越黑，越講越多爭議。所以佢直接選擇零回應、零糾纏，將所有輿論主戰場轉去自己最穩陣嘅內地市場，透過唐裝祭祖、入族譜、抒發鄉情國情呢一系列正能量畫面，快速建立正面宏大形象。呢種層面嘅形象塑造，直接稀釋香港娛樂圈傳出嘅負面八卦，為自己築起堅固形象護城河。對而家嘅梁烈唯而言，事業核心、收入來源、人脈資源全部集中喺內地，就算被 TVB、邵氏除名，被香港娛樂圈邊緣化，對佢商業發展嘅實質打擊都非常有限。最後呢件事都反映出兩地娛樂圈生態嘅巨大轉變。擺喺10年前 ，TVB 頂層高層掌握藝人生殺大權，一旦得罪高層，捲入道德醜聞，藝人事業基本等同終結。但而家大灣區融合，新媒體帶貨崛起，傳統電視台嘅封殺權威已經大幅下降。好似梁烈唯呢種由基層爬起，經歷過低收入、做過體力工嘅藝人，最識得審時度勢、靈活轉身。截至目前為止，梁烈唯本人、TVB、邵氏三方都從來冇正面回應除名原因同失竊嫌疑。呢場全城競猜嘅娛樂圈羅生門，未必會有官方答案，
但各方嘅行動同選擇已經講明一切。睇到呢度，大家覺得今次官網除名，只係單純因為 Labubu 失竊案，定係仲有更多幕後內情？你又點睇梁烈唯北上發展高調尋根嘅自保策略？歡迎喺留言區話畀我知。鍾意今條片記得點讚關注，我哋下次再見。